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64页，就是关于量非量知的这个地方。那一开始呢，我们就讲到说呢，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量的性相。那量做分类的话呢，就是可以分为限量和比量这两者。那我们一般在讲述量的时候呢，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呢，量是有不同的解释。像我们在说适量论的时候呢，那适量论里面所讲的这个量呢，所指的量呢，指的是极量论。就是法称论师所造的适量论呢，适量论所解释的这个量呢，解的是成那菩萨所造的极量论。那也就是说呢，适量论的意思就是说，法称论师呢，他毫无颠倒，没有任何错误的呢去解释极量论呢，所以称之为是适量论。那我们在讲述说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量的性相，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出自于法称论师呢他所造的适量论的解释里面，或者说呢出自于成那菩萨呢所讲的极量论。所以在这边呢讲到说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意思就是说作者呢他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心类学的这个作者呢，他在写到说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量的性相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他自己去捏造出来的，而是呢他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依着成那菩萨的极量论以及法称的适量论呢，然后而写出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量的性相，就是以印度的大德呢所做的论述呢，然后作为他的一个依据的地方。关于呢，就是我们在讲说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量的性相。那其实在解释这个量的性相的时候呢，其实也会讲到说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它所要遮止的呢是遮止什么，它所要成立的呢是成立什么。那这个呢就是之前我们在讲到说就是限量的时候呢，现前知的时候呢，就是提到现前知讲到限量的时候呢就有提过。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不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不然的话呢就是时间呢可能会不够。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到说呢，就是所谓的量呢，什么叫做称为量？就是呢，它对于呢它的境呢是能够心证得的这种了知呢，称之为量。所谓的心证的，就是之前没有证得到，那现在从来没有证得新证得的这一种呢，然后称为是新的这种证得，就是新旧的这个新。那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那这边呢提到说分类有两种，就提到说限量和比量。那这个地方呢就如同我们之前呢在讲到说三种分类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呢，就是以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呢称之为是分别，那以自相呢为所取境的呢叫做无分别。那这个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量呢就是境呢有两种的缘故，或者说所量呢有两种的缘故。那所量有二，那这两种呢就是提到说所量呢分为就是共相以及自相这两者。那既然呢所量的境呢就是有共相跟自相这两者，所以同样呢能够证的这个所量的有境呢也可以分为两者。那分为这两者呢，就是能够证得自相的呢称之为是限量，那能够证得共相的呢称之为是比量。那这个呢就如同我们在上面之前呢讲到说三种分类的时候呢，就是以共相呢为所取境的这个叫做分别，那以自相为所取境的呢是无分别，就类似这种的分类方法，就是透由它的境呢，因为有两种不同的境，所以能够证得的它的量呢也有两种不同的量。那这边呢就提到呢，就是量呢可以分为就是限量呢还有比量这两种。那在讲到说限量跟比量的时候呢，就是虽然说之前已经讲过了，那就是我们在解释的话呢，就提到说限量呢，像以心类学的部分呢，在解释限量跟比量的时候呢，大部分呢就是只讲述说它的体性，那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呢，就是它既是现前又是量的呢，称之为是限量；那它是比度呢，又是量的呢，称之为是比量。那这是呢最好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稍微呢去理解它的含义的时候呢，那自然呢就讲到说呢，就是凡是所谓的限量呢，它一定是以自相为所取境，而且呢是心，然后无分别不错乱的这种了知呢，称之为是限量。那既然讲到说呢，它是呢就是对于自相呢能够清晰显现的话呢，自然而然就去除掉了它是分别。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它对于自相呢能够清晰显现的话，就表示说呢，
它一定呢是不掺杂着异共相。既然不掺杂异共相的时候呢，它就一定呢不会是属于分别知，所以它一定呢是属于无分别。所以我们在讲的就是说，以自相为所取境的心无分别不错乱的认知呢，透用这个地方呢去了解限量的话呢，我们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说限量呢它的意思是什么。那同样的呢，我们在了解到比量的时候呢，就是以异共相呢为所取境，或者说呢它是掺杂着它的显现呢是掺杂着异共相的这种方式呢，那这个呢就一定呢会是属于比度，就是心的这种以异共相为所取境。新的这种分别呢，就是属于比度，所以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清楚了解到所谓的限量呢跟比量，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别呢到底在哪里？至于量呢，就是以藏文来说呢，叫做称妈。那称妈呢，就是梵文直接翻过来的时候呢，叫做巴尔玛纳。那有一些呢是讲说。是念说扎玛纳，但是呢，正确的读音呢，他们是说应该是念巴玛纳。那这个呢是梵文的读音。那巴玛纳它本身呢，如果说把它解释的意思呢，我们在讲巴的时候呢，提到是第一的意思，第一次的这个第一。那玛纳呢，就后面那个玛纳呢，是提到说呢，就是见到或者说看到或者说证得的这种意思。所以呢，巴玛纳呢。直接用意思来解释的时候呢，就叫做最初见到或是最初证得的呢，这个呢称之为量，就是巴玛那它的意思。那直接翻译成藏文呢就是千妈，那中文呢就是直接讲到这个叫做量。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提到说呢，梵文呢如果是在解释巴玛那呢，是用就是最初见到或是最初证得来解释的这种方式呢，是始于四部宗义里面呢，就是秩序派以下呢，全部呢都是以这种方式呢做程序，也就是程序到说呢，凡是量呢，它就一定要是最初见到或是最初证得的这种呢，才称之为是量。那对于应成派来说呢，应成派它并不是这样去解释的，它在解释八这个字的时候呢，它并不用最初去做解释，而是它把八呢解释为是妙善或者说是殊胜。所以呢，在解释巴玛那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就解释为是圣妙见德，或者说呢殊胜见德，就是善妙正德或是殊胜正德的意思。善妙见道或是殊胜见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以应成派来说呢，凡是在觉知呢，一定是属于量，因为在觉知呢，它也是能够殊胜正得到净，它也是能够善妙正得到净。所以呢，以应成派来说呢，它是承许凡是在觉知呢，一定是量，因为呢，它都能够正得到净的缘故。但是呢，以秩序派以下呢，如果他把八这个字呢解释为第一，就是初见道或是初正德的话呢，那在觉知跟量二者呢就是相违。但是以应成派来说呢，在觉知呢是一定呢是片于量的，片是量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就是我们目前呢在这里看到呢，就是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最主要呢是出自于释量论的缘故呢，所以呢，那它是属于秩序派以下的见解嘛，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凡是在觉知呢，它跟量呢就一定会是属于相违，因为呢就是透由这种就是梵文呢直接翻译过来的解释呢，就是秩序派以上跟应成呢是属于不同的程序的缘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凡是量呢，它一定是承取到说呢，是属于心不欺狂的了知，就是最主要呢，就是依据着释量论里面呢来做解释。所以呢，我们在讲到心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心不欺狂的了知的时候呢，是量的性相的时候呢，讲到心的时候呢，自然就排除了在觉知呢是量的这一点。那在讲述到不欺狂的时候呢，那就排除了就是视察意呢，还有像是颠倒知呢，它是属于量的这一点。那关于了知呢，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就是提到说呢，就是俱舍根呢是量的这一点，就是把这几点都排除呢，它是量。所以这边呢讲到说，为什么他最后要提到一个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最主要呢就要排除掉就是俱舍根呢，它是属于
量的这一点。那会承许这个呢，最主要就是在四部中里面的一切有部呢。那一切有部呢，它在承许量的时候呢，又跟经部中以上呢承许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它在承许量的时候呢，它会承许到说，像是非了知呢，也是有属于量的，就是像我们讲到呢，就是聚色根，像是眼根呢，它也是可以是属于量。那所以呢，但是呢，这个是只有就是一切有部呢才会这样子承许的。因为呢，我们知道说之前我们在讲说境和有境的时候呢，在讲述有境呢，就提到说像是能全身，以及说呢像是心法等等这些呢是属于有境。那在讲述的时候，自然而然呢就排除掉了聚色根呢是属于聚色根呢，它本身呢是属于有境的这一点。所以呢，在这边呢加上了知的缘故呢，就是对于说经部中呢，它在放这个放上了知呢，最主要就是要破斥掉一切有部。因为一切有部会说心不欺狂的呢是量的性相的话，那他们就会说那像是聚色根呢是否是属于量，因为还是属于心不欺狂。所以呢，特别加上了知呢，就是要破斥一切有部呢认为聚色根呢是属于量的这一点。关于说呢，就是量呢，它本身呢，除了像我们前面讲的限量还有比量之外呢，那也有提到说像是心的量、语的量，还有说像是正量、是夫等等呢，那这些呢，就是之后呢会慢慢的提到。那我们这边呢先往下看，那就看到第65页的第一行。那以量而言呢，其数目为上述二种呢，亦是决定的。因为出者若多过此二量呢，则不需要；若少于此二量呢，就是则不周延，就是没有办法涵盖的意思。那这边说的以量而言呢，在其数目为上述二种呢，意思决定的是讲到说，就是我们要剔除掉量本身，量这个本体，量字体。因为在辩论的时候，在辩论场会想说，量呢是只有这两种嘛？那有人就会说，那以量为有法，那量就是量本身，以量有法。那量呢，它到底是属于量呢？它到底是限量呢，还是比量？就是会有这样的争议。所以这边讲到说，它数目是二种一决定呢，是剔除掉就是量本身呢来做讨论。就是当你以一个别项，就是不要以这个量的这个总项来说，就是以各个别项来说的时候呢，那一定是属于限量或是比量呢这两者的其中一种。所以讲到说以量而言呢，在数目之上呢是要么就是限量，要么就是比量。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呢是多过此二量呢，则不需要，就是除了限量跟比量一样，再去安立其他的量呢是没有这个必要的。那少于此二量呢，则不周延，则不正就是没有办法涵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呢你不去安立限量跟比量，如果说你只程序有限量的话呢，那凡是属于分别，然后又是属于心不欺狂的了知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去安立了。因为凡是属于分别又是心不欺狂的这种了知呢，它一定呢不会是属于限量。所以呢，如果你限量跟比量呢，你少安立一个的时候呢，那凡是量就没有办法完全收摄在里面。所以呢，才会说多的话呢是不需要，少的话呢，那就会变得说不够完整。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段，就是虽然说呢，就是量呢，这两者呢是偏于这两者的。因为呢，如果多的话呢，就是不需要；少的话呢，然后又没有办法周延。然而呢，此决定数虽是除去颠倒分别之决定数，却不是除去第三句之决定数。若是量不周遍是比二随一故，因为总的而言，量难以被安立为比二随一之故。那这边呢，就想要说呢，刚刚虽然上面这一段呢提到说呢，量呢多过于此呢，则不需要；多过于此限量比量的话呢，是不需要的。那少于限量比量这两者呢，又没有办法，就是又不够完整。那虽然是这样子讲，但是这一种呢，说就是上述二种呢是决定的，这个决定呢，它指的是这种决定为两个这个决定数呢，是除去颠倒分别的决定数。什么叫做除去颠倒分别的决定数呢？就是因为呢，很多人会产生很多的这种颠倒的分别，会想说量呢到底是除了限量比量之外，还有其他的量，还是说它是怎么样的？就是会产生种种的颠倒分别。那会产生哪一些颠倒分别呢？那在下面呢会讲到。所以这边呢提到说呢，
这边讲到说决定有两种的时候呢，这种决定就是这个决定数是2的这种决定的方式呢，是除去颠倒分别的决定数，而不是讲到说除去第三句之决定数。这边呢就提到说呢，第三句之决定数。什么叫做第三句之决定数呢？就是我们一般呢有提到说，就是二句还有非二句的这种决定数。那所谓二句跟非二句的这种决定数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说一切法呢，它都是可以归类在常法还有无常法里面，所以这叫做二句。那非二句的时候呢，就是一切法呢，它不可能不是常或是不是无常。那这是属于非二句，就有点像是我们讲的二分法的这种概念。所以讲说一切法它都有办法收摄在里面呢，这种是属于二句和非二句的这种收摄的方式。这里呢讲到第三句决定数的意思呢，就是第三句的意思呢，就是它呢就是除去我们刚刚讲的像是常无常，它不会是属于二句。为什么呢？因为呢只要是量呢，它不一定会是限量，也不一定呢会是比量。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二句的呢，二句的意思就是说两者皆是的意思，它既是 A 又是 B 的这种呢叫做二句。但是所以呢不会有二句，但是会有非二句，因为呢就是可以有一个不是限量，然后呢又不是比量的量，所以非二句呢是存在的，但是二句呢是不存在的。因为要是二句的话呢，你就是要找到一个又是 A 又是 B 的这种呢，然后才是属于二句。但是呢，这种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他讲到说呢，这边呢不是讲说除去第三句之决定数，除去第三句决定数，说你要找到一个呢，就是非是 A， 然后呢又是非 A 非 B 的这种量。那这边呢就提到说，非 A 非 B 的量呢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若是量呢不周遍于比二随一故，为什么呢？因为总的而言，就是以量的这个总项来说，就是量本身呢，它难以被安立为比二随一。就是你光讲量的时候呢，那量它到底是属于限量还是比量呢？所以这边所讲述此决定为有二的这个二的这种决定数呢，是除去颠倒分别的决定数，而不是去除第三句之决定数。原因就是在这边，因为除了这两者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量，就是呢量本身。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呢，总的而言呢，就是量呢难以被安立为比二随一，就是刚刚讲到说，量为什么难以被安立为比二随一呢？如果你说量呢是限量的话呢，那如果说量是限量的话，就变成说量呢它是不需要关带异共项的。但是这一点又没有办法成立，因为你可以找到一个是量呢，然后又需要关带异共项的量的这个别项。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呢，量呢它本身呢是属于限量。同样的呢，你也不可能说呢，量呢它是属于比量，因为有既是量呢，然后又不需要关带异共项的量呢也是存在的。所以你光讲量本身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安立说它到底是属于限量还是比量的。所以才会说这边讲的决定呢，是决定说它是除去颠倒分别的决定，而不是除去第三句的这种决定数。那这里呢，就是除了量本身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放其他的例子来做有法。比如说以限量和比量二者为例的话，限量和比量二者呢，它既不是限量，也不是比量。但是限量和比量二者是不是量呢？是的。但是限量和比量二者呢，它是量，这两者是量，但是呢，它不是限量，也不会是比量。那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呢，就是现在呢，在线上上课呢，就是与会者呢有26人，所以就说我们班级呢有26个人，我们班上有26个人。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再进一步说，我们班上是不是只有26个人的时候呢，要怎么回答？那如果说是只有这26人的话呢，那这样讲就会有语病上的过失。就比如说呢，人们就说，那以人们先生翻译2个人的话呢，是不是这个班级上的人呢？不是啊，因为这2个人不是这26人啊。不要说不要说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在线上的是不是只有26个同学？就是说班上现在上课的是不是骗26人？所以说呢，如果说班上的同学呢是26人的话呢，那人们觉得说为什么会特别放说人们先和翻译2个人呢？因为说如果说26个人是同学的话，那
人不切和翻译两个人也是属于同学吗？那以翻译来说，他的工作是翻译啊，他并不是同学啊。那如果说这两个人是属于翻译的话，就变成仁波切他本身也变成了翻译，或者说呢，仁波切和翻译两人呢是讲课人的话，那就是说翻译呢也变成讲课的人，所以就变成这两个人呢，你是很难安立在这26个同学里面，他到底是属于，到底是不是同学呢？这是很难去安立的。而且呢，以这个理路在说的话呢，如果仁波切和翻译两个呢都是翻译的话，那这里说仁波切现在应该有在台湾啊，但是没有啊。那如果说仁波切和翻译两人呢都是讲法者的话，那翻译现在应该有在印度，但是也没有啊，所以就变成说仁波切和翻译两个人呢又不是在这26个人里面的，他也不属于这就是剩余的24个。仁波切跟翻译这两个人呢又不属于这24人里面的。里面呢，就是有人讲到说呢，就是26个同学随意。那我们就说，如果是随意的话，那这个样讲有问题啊。如果是随意的话，那第一个同学到第10个同学到底算不算呢？或者说第11个同学到第20个同学，那到底又算不算呢？因为既然是讲说是随意的话，所以1到10这10个人到底算不算呢？所以呢，就是用同样的这个理路呢，就是凡是量呢，它不骗是限量跟比量，因为呢量的总项是这样，所以以这个理路来说的话呢，人们它本身会成语说同今天上课的人里面呢，不骗于这26人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